样授权客家名录学简，每日一项语成本，客家备战会副主任备战挑选会9月6号来到新竹县新埔保种移民庙，参加二塔签手2025全国移民节，伫新竹县大同开始嘅仪式，向客家业宗教嘅泰淡全前中，未落庙都去乡里烧香祈福，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救父祖辈吞享，伫台湾客种嘅移民提祖先，咪系保护恩利嘅生命。伫台用农村嘅仪式，高丰富嘅日本表演，流传了红本达，渐渐变成台湾客家嘅本土特色。二拍千手2025全国移民节系新竹县宗教嘅宗教文化节庆不同，现场酒法鼓吹、天鼓琴、客家白景。客家诗掠到新乐前头表唱，未较强关系劳动讲过少嘅学生儿同时间，害了两种腔头朗读剧本，并进行强新任务，担任地线，安样汉下做得了了中本把创新下去。以上系客家名录学简嘅报道。接下来要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项语，就是前头。介入就當到良心嘅前頭，介入就當到良心嘅前頭。你學會嗎？下禮拜講來聊。